海洋公園海馬同學會今年推廣本地農業，超過700間學校參與。今日咧好開心見到各位小農夫咧發揮咗佢哋嘅創業精神，設計攤位銷售自己有份種植嘅農產品。佢咧亦都會喺今年年中咧推出本地漁農產品新統一品牌，配合咧疫貧行動咧標識咧本地嘅漁農產品。我哋好快就將呢隻河踩到好水，但係我哋都唔會踩到同學隻腳。海洋公園主席龐建儀、行政總裁黃志輝以及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主持，並且去到今日海洋公園正門舉行嘅本地農區參觀。係啊，我覺得嗰個耕種體驗好好玩啦！我哋種咗唔同嘅蔬菜，亦都體驗咗收成嘅感覺，而且我哋仲了解到唔同嘅害蟲點樣去防止佢哋。我本身咧好中意種植嘅，因為咧我覺得種植好有趣啦，可以保護大自然啦，同埋呢將啲生菜更新鮮啦，冇添加劑啦，都可以讓我哋食到更新鮮嘅菜啦。嗰度嘅得着就係我哋學校關於我哋學校點樣去防蟲啦，以及到嗰度呢，我哋關於學校嗰啲新品種呢點樣去培訓一下。